今一开始来关心，伫今日半暝2点外，新北市邦桥一大公寓厝传出火灾，厝主是落楼喊救命，表示家己的某囝也伫内底。消防半点钟来控制火势，救出内底拢总7个人，其中有2个人意识无清楚，赶紧送病院。加在送病院了后，已经恢复意识。 这条正话巷仔内边有真侪消防人员甲消防车。27日透早2点外，新北市邦桥区文化路一段一栋40楼的公寓2楼大火，乌烟一直向四周边传开。消防人员接到报案赶来现场，无到半点钟就把火控制。对内面救出4个查甫、3个查某，总共7个人。 有一个屋主呢，已经下来这边做求救。他说他有4名家人，他老婆跟3个孩子，受困在房间里面。那我们立即呢部署水线，上楼做一个抢救。那一方面控制客厅的一个火势，另外一组人员呢，迅速的到隔壁的这个合室之内呢，把4个1大3小的民众把他救出来。 消防局讲，主要炭烧的地点是伫明体客厅，总炭烧的面积25平方公尺。救出7位民众内面，8岁加16岁2位男性。一开始唔知影人，好加在送病了，慢慢清醒。其他5个拢知影人，也有风性送病治疗。暗暝的这场火警，好加在是平安结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